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过来拜一日。拄则咱新闻看到日为考就是日温，另外台语囡仔歌唱到大口袋炒韭菜，小小一碗来，冷冷阮无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大口袋的口，这个口就有圆的意思，像人讲画圆箍啊。圆形的物件，像咱讲茶箍、汤箍、豆箍。咱身躯有圆形的器官，咱嘛讲是箍，像目箍、喙箍。用来讲一个人较无礼貌的讲法，就会讲迄箍，就是迄个人。若是讲一个人的体型较肉财，咱讲是大箍大箍。另外，咱的生活当中常常讲到钱，一元就是讲一箍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目箍，嘛有人讲是目钱，就是目睭外缘这个部分。有一首歌就唱讲目眶红红，心情沉重。第二个词咱读做汤箍，就是咧讲用这个茶桶围起来这个铁片或者是竹米，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看到这卡洗身躯桶和汤箍在内，拢是因阿公在洗进前亲手做的，还想到阿公煞目眶红红。今日小解这一日箍提供予大家参考。